说白了，不要加班，不要加班，还加班。公司决定为了这个提高咱这个工位的这个工作环境，让24米的车间里边装多了空调，有恒温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工位呢是积极的报名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这个加班加点来完成这个。昨天都说了不要加班嘛，为啥还加班？但是他们强烈要求加班，本身昨天这一块呢，包括他们加班了，工资啥都是按照节假日的工资给他们发放。叫他们的就这一样，跟他们发到这儿。昨天说罢了，大老板昨天已经都发过了，发完再发。说罢了，叫工人生病啊，或者疾病。我挑了一件衣服呀，我挑的，你脱下来，我挑一件衣裳来，一会儿你挑一件衣裳也能穿。像你这就这一样，说罢了不要加班，不要加班，还加班。这1000块钱拿着我专业回家去跟父母团圆了。说好了今天不要加班，不要加班，知道吧？你的呢？听了不？我给他加加班不是？回家吧，我说不叫加班，不叫加班，要看出来别的加班啊。